中国新年长假后开工的第一天，多地医院依然人满为患。有视频显示，号称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被中共病毒染疫患者及其家属围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1月28日晚间，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数据，声称春节放假期间，中共病毒疫情未见明显反弹。中国本轮疫情已近尾声。自从去年12月8日放开防疫后至今，中共统计的全国累计住院染疫死亡病例为78960例。但由于中共3年疫情极力掩盖真相，中国民间对官方通报的质疑声也越来越高。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直言，中共真正的死亡病例绝对要比世卫获得的数字高出许多。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日表示，中共病毒仍然是全球卫生紧急事件，这是联合国机构的最高警戒级别。1月23日早上7点49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发生了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周边的市县震感强烈，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最近网友翻出中国首届国际器官捐献及分流联席会议的旧文，在这份会议文件中，中国教育部竟然是器官捐献伙伴单位，引发了网友的担忧。有孩子的家庭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长大。中国最顶尖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早在1997年就被列入了美国出口的黑名单中，但是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仍然设法购买了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生产的芯片。日前，美国媒体曝光了此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1月29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中国的核武器研发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2020年至今，成功绕过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至少有12次采购到了由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生产的半导体高阶晶片。中共这样的采购行为违反了美国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大力遏制中共在人工智慧和超级电脑领域的发展，限制中共取得美国的先进晶片和晶片生产工具。在上周，荷兰、日本和美国达成了协议，将共同加强对中国获得晶片技术的限制。1月31日，维权网发布了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阅读报告。报告通过实名统计，有死刑正在核准、死缓、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刑期不详以及羁押未判等进行了统计，共涉及了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族裔政治犯和良心犯1477人。维权网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境况是其最重要的人权指标之一。该报告通过定期统计和发布最新信息，揭示中共当局恶劣的人权状况与良心犯、政治犯的悲惨处境，力求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记忆，并予以持续不断的关注和呼吁，制止他们获得自由。